征得皇帝要煽动放置，叫郭玉平代理王位嘛，郭玉平一口答应。郭玉平从良，非但王位要抬得好，而且要保证皇帝出京的安全，要寻一个保驾的人。啥人保驾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好放心的，不是别人，安禄公举先生刚爸爸莫奈何本事好，而且离个保驾有经验的，但所以到安禄公旁边莫奈何一番话说明理由，莫奈何讲义气，好。答应来保驾，因为皇帝此番出京还要去寻固定人的，没好。莫奈何答应保驾，郭玉平听出了，王爷不是留不下啊，保驾责任重大。那你明朝5更3点，那沙然后后宫门，皇帝在后宫门出去啊，不会不来别人碰上，不会发言。莫奈何说好在，不要难讲开，我保驾有经验的，放心。郭玉平走去，让你去准备门上抬轿。莫奈何呢？莫奈何讲没讲，把了今朝讲起来个责任心非常强。不答应保驾领当的人，答应保驾这不是留不下，最不吃了。关照弄点兴趣汤。吃2口饭，啥体休息，要困醒。讲不讲休息？上有福利公仔到里向大腿露球，稍微练练功，困觉。临困的仔细交代，3更天侬接起来，写他给3更天侬莫奈何接起来，莫奈何手洗衣别，喝过参汤，用过点心啊。我昂头的，我啥个昂头？王爷当班的唐诗出京，隐身之目不方便。我刚屋朗向衣裳，恢复过去刚屋朗向也是个种服饰，对浪应用针用具对对水水，上身你是当你们女客当当口径，对当菜口挑包束腰，加上不地精通快速，百姓有的插好一柄沙巴浪两个钢刀，打过鼻浪一扎袋袋，美其名叫八宝金囊袋，实则讲穿了实在做实个工具在那里向个，刚派出去样样侪打一样么子，从来不打啥么子动地，阿刚出门的是从来不打动地的，搿么要用业便当业，别人屋里去玩一玩，别人个谁是理个做实个老本行拿出来就是，一切等全部事情本啥都不知啥个地方去弄得来点铺个两嘛，那后宫门跟随印象个然后地浪向一步两嘛面孔浪一改，有人路过这当时搿个朋友是富家苦官，爱浪缩腿压腿，其实莫奈何搿个洞洞眼里看出来了这个清爽，你皇帝啥辰光出来我暗中保驾，莫奈何准备好，皇帝立下了准备。郭玉平一说门战我要出京啊，要出京好去旁边儿子噻，赶紧快点今朝早点吃夜饭，吃夜饭我早点困觉，老早准备好夜饭吃好书时王到上浪，嘿，不知哪一个人会报复病，搿头抱下去脚要吃起来，脚抱下去头要竖起来，啥体心里想激动的，儿子8岁了，搿面上面都还没看见过，搿张面孔到底像我呢，还是像梅妃？吃不准。无罪无罪，天里靠1讲、2讲、3讲、4讲，我不要困了。再是讲困了了，搿5讲一刻，我到手洗洗想困觉着，太大意起来吧。王方服侍，手洗衣别，喝过参汤，用过点心，皇帝还要换衣裳。龙骨龙我跑出去危险，不然别人发现皇帝没皇杀驾，搿事体大了。
为啥个衣裳老百姓打扮？对了，阿弥之间，身上积攒的害情，家郎都是一双薄地精通快血。表面上看看3年打扮，其实里向为称好一身衣裳，称好一身啥？清章扎手。不但我的万一有人动手对我不利，那么上衣裳一脱，我拔出球的手好打。皇帝有本事的李福婆，那么真的皇帝呢，不是像木乃乌菜，木乃乌出去不大同的，真的皇帝到个，哎呀，把银子、银票，哦呀，这种是老百姓用的。我皇帝的与众不同，大厦金子，黄金大人工像黄队人啊东西啊，一粒一粒的金头，在里向装好，啪，抬开一手，对着你过一过上衣裳里一塞。另外还要大的么子呢？一般个老百姓看不见个么子，啥个么子？奇珍异宝，皇宫里向宝贝。大这个么子怕啥用上？两用上，一证实自家身份。那大家听书听得多了，皇帝废物私印出来了，假装改版办个啥？猪八卡上，啥体办猪八卡上？要皇帝做生意做不来个呀！猪八卡上有理了解，皇宫里向猪八脑袋出来了，么子不难看，做猪八生意个用不着都讲的。嘿，大个的么子主要为帮一点。为一个军队用光那弄法，军队用光，我皇帝流落了民间，不得两个。那么奇珍异宝，拿一样出来，加入离神，哪怕强啊，多多丁丁，我都好吃头一枪。么子都正好，啪，抬开一手，对着你过一过，上衣裳里一塞，神光模样浪噻，王放。包裹大里都过来，上去一只包裹，包裹里啥么子？皇帝随身的袈裟，一口宝剑，包裹啪打开，这口剑拿出来，一口塞好，吃嘎了。剑壳子、剑柄上，象征举开爆炸，打剑柄上老快快上。宝剑拔出来，火光肃杀，这个一口剑啊，下体刺你丝毫头发，好剑，哐哐是呀，拔一拔好，随身袈裟要打，打袈裟万一碰上点啥事体动起手来方便。好了，是不是的？神光模样了，皇帝关照一声，哇！奴婢在，圣旨一到，少天庭上得监体，开拓圣旨。大圣旨即人，奴婢遵旨。眼睛一闪，五杠三地，龙凤过桥金阳中向神臂三下，文武可有，哗啦啦啦啦啦啦，雨过而生。来了。王放随奉圣旨，忙正金牛的老来，但龙叔不必怕身体里的，杀万岁爷圣旨下。哈！王放圣旨一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爷龙体欠安，即日起，丞相顾学平代理王位。钦此。也是一个路上，刚刚不过小路上，现在大路上，为啥？想不到哈！皇帝生病了，哎呦，皇帝实刚好身体，你哪会生病了呢？挂上那挂个吃乌骨个生病弄头难免的，对。只要皇帝大概气出来，为啥？刚是人王上饭啊，宫廷人失踪，心里想发无心，
为什？王羽毛让他一受饭，你想想看，食堂上出这样的事体，哪不要为什？哪不要伤心？哪不要难过？闷闷不乐，生病子。哎，刮来刮去刮啥？刮皇帝不肯听书，经常听书谁不会生病的？那么郭玉平台叫大家服帖个，郭玉平老早有准备，今朝食堂上想好的事体，大家一道商量。为啥让皇帝还跑得有点？认得皇帝的，也只有能够上朝的，老百姓不认得的。郭玉平食堂上让你变成光嘛，王芳忙着后头去回到皇帝的上，皇帝问一问，食堂上情况呢？王芳是放心。郭玉平啊，食堂上想安排的妥妥帖帖了还。那第二句，违章事体。啥个事体？侬出京之后，万一有人到乾清宫来，发现我扶了浪向动出去，想动出去，危险。这皇帝另外下一道圣旨，相当简单：守入乾清宫，杀父说，这个记得是。王芳，奴婢在。圣旨一道。哪个守入乾清宫，奉旨在手。是万岁，有您的圣旨在此，还有顾丞相在旁，我一定会见机行事。万岁爷，您就放心吧。放心噻。皇帝想事体谁家决策，最后，哎呀，倒是突然想啥一桩事体。啥个事体？我做皇帝的住了啥地方？我讲的我不是圣旨，口语要发誓令定重要的，我甚至要靠律师印。我这口印哪弄法呢？才放了皇宫里的，但是现在辰光，我哪能放？本来放了皇宫里，我不是交给了真宫娘娘，但是现在，哎呀，现在真宫发辞职呀！真宫。身受病，一恐怕他得了尿性江山受压路分分若是人家是幸福的，何不了圣旨？我这个皇帝变成空架子，
跟哪弄法？是讲顶百姓相信别人，还不如相信自家。岳西人大自罪。为国亡人，奴身就是大明君。对，打出去，我打了身不必，把人家来抢我岳西人，没得阿米讲，我个八斤下体是你，下苦浪的三个三两三语。为啥？王芳，奴婢在。说将岳西宝剑拿来。遵旨。也见他战营他给个狼岳西宝剑怒杀八号，围过来告不了皇帝。万岁爷，您看玉玺宝印在此，您收好了。打接过来，不得买个大的。外头金丝袋袋，当中往里金牙里向装个岳西人。啪！金丝袋袋当子随一随，对金里向一个上衣裳里塞一塞好，自家要追才还叮嘱两声。王法，奴婢在。神功出尽，王宫之中，都头飞神律师了。是，奴婢遵旨。带马是。也进在木板里下，把皇帝个批血也木提得来。万岁，您的逍遥马来了，请万岁爷上马。皇帝个逍遥马漂亮，宋头赤飞，浑身细袜，没半根纱毛。皇帝过来，啪，上马背，王方门前牵马，皇帝手拉马背了。你们那过来，今在后宫的那个旁水，统统点人宫的皇帝的心腹菜。刚刚面对你，听见马蹄声声，哈，背对背，面孔带响，弄得像虎皮举着个。意思里向呢，皇帝出宫，你才不晓得，你总归忠心耿耿，保卫皇宫。皇帝一看，这帮人领得清啊！啊，啥天？我出去立足3分口去，哈，谁幸福了？到底不一样。其实皇帝啊，那个叫啥？那个叫一儿大领呀。皇帝欢喜这个一他个出宫门，王方回到里向，王方的真功好，三个真的像皇帝上面这个，这样出牙也出好不鸡子牙嘛，牙汤里向逼出来，牙做外头得出来，别人讲不清上才当皇帝那里向。其实嘛，皇帝真追着，后宫门出来，皇人里向，皇帝还是地马而已。为啥？皇人里向人多，摸三趟子不方便。一出皇人，忙正山东方向，那个就摸三出去，一个玩意勾一声，说皇帝你最大。老子保驾来个人，我那有好本事。皇帝几个马4只脚，阿刚只有2条腿，照样紧紧跟在。本事大得哪？来皇帝赶路，那来班员赶路；来皇帝吃饭，那来隔壁吃饭；来皇帝困觉，李水那来隔壁困觉。皇帝是。摩尔国主一眼不晓得，一年下来，今朝再让皇帝起来问一声，第一想你挨得离开山东万家庄，还有几何路？那么第三你说的，要么要看你手机的，你手机快，中了到上周吃中饭，吃过中饭，下晚餐随好到万家庄，
那手机买的时候是买那10个，2、3天讲了还改。皇帝想我的手机，龙驹宝马，日行千里，亚人不罢。多点，本人能够打我，一定能够打。东帝副特上摩拜，十王正美，家长方向。皇帝露出那羊鼻，眼睛一闪，太阳当顶，悠悠间一望，哦哟，门前一路人，双举，哦哟，双举已经带着，代替我龙举宝马。虽如有口的心上个，城门口老百姓来来往往，哎呀，这麻烦的三堂子个，我怕是我三堂子过去，啥话不让我衣服够。我是皇帝呀、皇帝呀，爱护百姓，所以驾马开日，一大路地马而言，什么商君而来。最美门在个下面，既然落落，可是头皮我在，一看嘛个条路啦，两旁边侪是的小白地，哦，下面个老乡喷出来的，
个宋子的县外地了，早都在起了熬头的，叽叽喳喳、巴巴硬硬，下面的腾出来饮水。那么现在早都也还起了熬头，不来讲，卫生局要欣赏那个。现在真正早都也起了熬头嘛，就该大巴档啊，叽叽喳喳、巴巴硬硬，路过人一问，哎呦，味道没想过。不知那哈上口，你生意做啥？一样的道理，饮食。那么皇帝主你的阿爷是县外地吃顿饭，我就不觉，我也见儿子起个大事体啊！非县外地吃瓦特，哎呀，儿子最不大事，我不是对管。啥个？你让我去新办到外地吧，皇帝啊！你营区都分了县外地吃饭。县外地吃饭，没接不大儿子。现在一大路往前头啦，地马而饮了。哎，跟我一个四处路口呀，一看，哎呦，一杯饭的乞丐得劲。开门面，上午两人驴，快早晚太人呼吸。上牛驴，上牛天子门生，我了上牛驴吃饭，三个学生子我里避讳，谁该的吧？所以望真上牛驴而来。哎，上牛驴的排档县你也经过来了几代，莫大公饮食为例。一方面，皇帝望真上牛驴第一档方向是让过来的，那外国队子。皇帝啊，你不让户吃饭，你这你自己不大个。但挨打吃饭，这得啥子？为啥？你要帮上一个人，啥人？挨打个排档县你叫他不对阿洛，你帮上他不对阿洛，你记得他儿子，他不对阿洛帮上是你皇帝，哈哈，俺国队帮上天花板离船上高远要走过节。哎，阿洛你刚刚送他看人，送他这看人，排档县你们立刻上可县长工业价格。老板这个工地相当厉害，才靠自家做出来的啊！你在店门口，那再来几个，哎呦，看见来个朋友，身上像行头一般，年纪不的，红翅白肚黑色，走两步路，别听，气宇轩昂。非比一般，到位里帝国释放了方步，阿罗一看，哎呦，这个朋友非富即贵，哈哈，有身高个，弄了里县长不为啥，要请县里乡人，哎呀，要么县里去衙门请安啊！皇帝看有人上来见礼，哎呦，身浪大白相杀几仙女啊！爸呀，下衙门，哎呦，血口压得里啊！哎，这个大鱼三大有个别，你看呢？三不对三眼睛，三手三脚，浑身的零件侪是三个，但楼松的那个呢，但是一副奇仙呢。啊，莫非小？哎，我谢你，小后名字啊？哦，我的名字这边哈，几口金我是记来个，哎，视察商标，大家见我，他不对阿洛啊？啥个名字啊？特别字亚洛。要是不能讲是亚罗是刚人难听的人，阿罗，哎，亚罗，你这个玩意实在躺不平啊！跟你欢喜亚罗谁亚罗？要么李下去，好，上一让一脸嘛打进地的。哎呦，李想搞得来啥这，而且才是都当吧。我皇帝的身份啊，单独看了一袋吃饭呀。这是我了皇宫里下一高头一中吃贵的呀，所以大进来已经不行他米对大。阿罗皇帝看好了，哎呦，林光人，为啥你面对当街？因为第一档街里向，第一档街里向才是都当帮来不愿意干了海，说明你有身份的。不哎，流浪有百姓压着，容易到流浪去不客气，再里一刀，嘿嘿，要么，哎呀，我晓得个，这个我的比较大，比较龌龊，那不是乖，不爱个，有流浪乡，包厢压着。是高地社会居低于在地消费的流浪车，这个仙女带我落干，我为问开口，心思历尽猜啥子？这个一点带有点像王房的呢，
不与日之，对你多知几分喜爱。好，请你赢了吧！哎，来，上路当心啊！不能等，到路上包厢里向台子等姊妹去上重新考一考，要么猜着。好，要么哎呀，吃点啥？代理妈妈上牛肉我第一桌来，都给他有点上海咸菜，我也不晓得，但是忘记个泡的。小儿，好最好菜，尽管拿上来。一听这种闲话呢，余生讲的，好最好菜，这股努来，要么，哎呀，跟我想，哎呀，这样的。怎样？西嘛，弄点辣椒，弄点锅脆小菜，辣椒吃好嘛，留下来上大菜吃饭哈。好，那么我们多煮噻。怎样啊？我看那身浪像风尘仆仆，像啥干肉啊？真是。干肉嘛，我吃呢，硬货也吃。这出为哦。吃硬货伤身体的。毛背上滴了点，不适宜的。它有好处。30年的常用，哎呀，来用常用呢，可难。哎呦，一听给他有30年的常用，给他啥人货啊？这常牛驴，常牛驴郎吃常牛红，配菜郎喝配菜，皇帝欧心的。好，常牛红参，好。根本蛮好的，稍微等他一些些。阿罗去，整一些些。一扎狗拖好来了，反正等上楼，把到房间里向趴，头台上向放一放，4张碟子拔出来，4的两门杯子、碟子、筷子当然过好，嘴杯放好，怕那磨皮。这个玩意非夫即怪的呀，怕你磨皮，服侍好，个小账好到谁交关的。最大好，要么来，切。哦哟，的确好嘴，啥子？刚刚烧嘴的辰光已经酒香扑鼻，上看30年的常用，不知道的呢。嘴杯拿起来，只人比了名字一个。好嘴，黑得知人的，不像熬的5年人了10年人，个个灵光的。杯子一放呢，4只狼人，一本白鸡，一本白狗，一本鱼肉，还有一本啥个来着啊？一粒，像同志们对这个一粒，都被一个小鼻子劝了劝。小儿，此乃何福啊？我就在旁上外国人的这个么子不说啊？基本上各人家侪吃的呀。放外头海菜路看看，过老嘴几千块一便宜，高丽不卖。你不是么讲的好听点？呀嘛，哎哟，这个一只菜嘛，是本地的名菜，名菜，这样好名堂啊！这个名堂好听。叫啥？叫独家哈。听说过独家哈？独家哈，个西然虎吃个好些的。好是我吃得来别吃在，江苏洋上我亲师都是好，手顶好在，每年在把人花木送到我皇宫里向，2只鸡，8只脚。哎呀，没都一只哇！这个好难能个些了家，你讲名菜大分吃大个，试看，大鸡子一只，10袋猪。你的呢？别有风味，但我从前吃个好得2样呢，吃到嘴里也是鲜也是浓，再是这种大闸哈子，还有吃起来就烦呢，这个好吃便当啊，那是不久辰光听他一本吃他小儿再来一本有什么也不来这都叫好也来这皇帝我上子呀，这个让你好吃，上来不久辰光听他也光这个这样小儿再来有什么也不来这都叫好这来这皇帝出来我刚上来不久辰光也吃光这个这小儿我要一本。你吃这个阿罗跳起来，皇帝不吃的也可以去吃罗本呀，也是一个嘞，今朝看最眼子马上买好洗不老的门开进把
把大饭店受压受吃最吃饭外头，这个把有挂皮具嘛。要么别个菜呢东东呀，我虽是喜爱吃佛啊，你欢喜你不欢喜呢？晓得啊？菜上台面侪要手动的个哦，哎，你上我这样的弟兄，你把他压住，专门吃这个独家哈，你开心不落过？哎呦，一听皇帝也领得清个，从三座名菜便宜啥个，家婆我多吃该大菜，你多一10本。我是皇帝呀，你家婆我付出同地呀。先生是女君子啊，你吃独家哈，手掌个辰光拿手。哎，上等嘴呀，手掌。上等嘴呀，16万钱，2两银子一桌。哦，20两。20两。不贵呀，不贵。侬卡于了还呀，12两贵人，卡于8两你还不举，真正养不。咁你欢喜吃蛮好，去弄不呢？当赶下去，不晓得这个那句生意好不过，价钿便宜，味道也是好。我去一看，哎呀，不对里向第2口接着，还有几花粮，剩出来2本半。这个玩意吃得快不够呀！我一大包，夹进那包头，这个关上厨房间，杀出来，看人吃大价钿，砰！不对一得出来屋子，连张不对一搭上去，拿到上头台浪向一放，要嘛，那，去，不爱个，里向不动，厨房间为了杀，马上好杀出来，来，去。这个，哎呦，皇帝进单位看着，这个有年纪看那个不对呀得上来，而且刚从玩1本吃啊1本6本吃的，这个么是真个呀，但现在是但一点点吃不落子。代理妈妈这个玩一道是一道9毛2，碰里向吧，在鸡子两里4袋子里面，啪，快一放，小儿手掌哦，手掌蛮好，来，20两银子啊，嘿嘿，是啊，这里给的是金子啊，为此呢，佛祖等我示意啊，于心不离的谢掌，啪，随身带里向摸出2粒金币啊，小儿，这余下的。见你下掌，嗖喽，就是一个来，把这个阿鲁夫石后呀，那么这个商铺，拿上黄金当里动，要么，这个么是叫我去付账，是啊，你不来管，我也不来管国家。哎呀，你当此内后福啊！哎呀，这个不是现在我不想不拉地上当个台子哇！你跑对在头个金袋子内当得起个此乃万金收之地，金队，金队，金队2里太多了。余下的见你下账。小衙门，小衙门，慢叫。现在外头骗子蛮多个，有一种骗吃，有一种骗抓，有一种骗杀。这个帮人家在骗吃个，你嘛把我2里同个拉去。我去付账，你留他，我吃白账，吃不下个。这个关照隔壁跑堂盯那里，他不对啊，那边啊盯着呀，这个啥人，这个皇帝呀，你不晓得，这么到底呢要何为其说？